继续来看百货公司抢人客，只要摕3杯券开满就3000块，就送300块的商品券，也则是餐饮的抵用券。这招果然应效，今仔日使用3杯券的第2天，百货公司才开门尔，都袂少的民众冲入去，要来使用3杯券。百货公司一开门尔，对楼梯走起来，对电梯冲出来，就是要抢食7盘100块的回转寿司。咱来问现场的民众。 网络上看到的。你怎么冲到这么前面的？坐电梯。还有人摕打领到的3杯券来消费，因为有百货公司针对纸本券加码，亲像精湛的时尚广场，专馆满3000送300，去餐厅消费另外送300块的抵用券。搜狗百货指定的柜位满3000送300块的电子抵用券，如果若是下载 App， 还可以当送200块的电子抵用券，含100块的餐饮抵用券。星光3月满3000毛优惠，送5张200块的电子抵用金，拢总回馈1000块，限量15000份。 折扣比较大才会来用，女孩子嘛爱美，聪明啊。这个单子我要跑来跑去也是麻烦，我会比较会想着一次用。业者讲，民众消费3杯券的方式，星光3月15号开店1点钟，全台湾有500人用3杯券，大部分都是买衫，还有化妆品，加3000块的3杯券一摆就用了。搜狗百货嘛发现讲，民众甲3杯券大部分是用于化妆品。 户外运动用品，还有餐饮，因考虑拢是安怎用，才会当摕到上济回馈。3杯券上路，想要聪明的消费，都要加做功课。